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啊？你在讲什么鬼话？什么叫你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？今天要离婚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你就不准带我的女儿出国。去旁边。老的嘅离开，就像带走人嘅过去；老一般嘅离开，像带走人嘅留下。朝闻家祖不明。Candy， 阿 Candy， 出来呀！阿 Candy， 出来呀！朋友生年嘅离开，阿妹弟了，就像带走家人嘅未来，留希望。而呢場就地人生無不散嘅演習，像係演習結束嘅時間，唔但唱唔係人做地控制嘅，也總係人想唔到嘅。嘅風景，有風沒有雨，感恩地大地土紅，小寬跌落巴希，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。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，也不再有悲傷。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困天堂。假使你相愛，手都愛夢都發sáng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，我會盡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，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。喝点热茶，喝完回去换衣服，好不好？是去安好。真嘅去做乜去救啊？真嘅去做乜去救啊？全部係因為愛，全部係愛，因為這個愛是，那關係啊！小恩，家屬找你。那你幫我看。通講應該是大家都愛大風世上，係冇？
我老阿爸其他嘅斯坦人参详一下无？看大家心内神系咪咁样？信唔信嘛该都无相干，该做的就做。唔上爱讲嘛该，唔讲唔怕。我阿爸也系做了学嘅，我记得这时节，其实老外讲过，迄讲吃到请你救他的，还希望世上诉苦诉难，就系对梦查嘅泥土伤害，对我家人也系头旁，所以嘛，无爱老去想到佢喺做好事。阿姊，假数年，问题就唔兴赢下做嘅，做嘛就爱用牺牲的咧。阿素梅，爱弟那意思，迄年原本爱这样讲嘅，不过阿吉，爱讲破还财，爱唔想本家就太伤心，其他嘅嘛该就已经太好。好害怕，没什么好见的，没什么好。阿姨娘诶，阿素梅，俺有事情，我先离开一下，有问题去问邱先生。真的，麻烦天数一下，派谁？老板，你可以这么干啊？没干事情嘿。阿爸分体本所以言，嫌茶的，我去茶。糖爱讲，嫌茶是我去茶的。给电动叫啦，先本来去怎讲？较人清着的，心跳压抑，心跳压抑，没事，唔怕，你请注意，唔怕，没事。阿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？那是因为我要教你，身为一个男子汉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。你现在就看着自己，看着，再看着他，然后接受他，面对他，处理他。到最后还没讲完啦，你在干嘛？喂，上来，上来啊！干什么？给我过来！天明，老係上來啊！你冇用嘅，你背脊打定來個萬㗎嘛，應該出嚟還賺出啊！董阳冲了，粉的都入烘嘞，他把我们刚一揭开死了。哎呀，唔似我濃啦，公然唔過人唔過人啊！黑了，我们该就唔晓得了，老汉跟妈媽追回了，该這個黑了。有嘛意思？你話傾啊？我冇傾佢傾。阿爸，佢係人哋命。有嘛？喺唔做乜啦？是要去哪里啦？不要讲那么多话，你中风的人话那么多干嘛？你就让他们陪你嘛。唔需要啦，唔需要去。即係即刻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这样啦，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，不要跟他生气啦，乖啦，不要跟他生气啦。哦，不要生气啦。
许太峰，谢谢你送我来。谢屁呀！我也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。他就跟我大哥一样哎。太峰，你到底怎么啦？最近很爱哭哎。哎呦，我赚了 M。哦啊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家小恩姐呢，就是担心你又跑去死，所以派我在这边看住。但我想你应该没有那么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又再去做什么傻事的话，怎么对得起把你救回来的建伟呢？干嘛？想哭哦？我跟你讲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看到就是男人哭了。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有什么好哭的？转过去。你现在就是好好的睡觉，然后呢，思考一下明天要干嘛，懂吗？去睡觉，睡不着跟我讲一声，我进去抱你一下，你就睡得着。晚安。罗耀言，子安有杯茶，你给我买个永生。有喜欢吗？一凡，一凡，有没有帅？帅。爸，你讲的哦。来，喜欢嘛，对不对？我能带你去玩，我带你去老。我拿点东西还要回医院，还要去接罗小平。你要不要喊我？要全身检查，看起来不太好，有问题的。你是谁？来带你转，来。莫讲，兄弟，I'm so sorry。来，开玩笑的。老实讲来东上水梦的，请上当的，大家都嘛无本事查，请下请假。阿健咪，拜託死亡雖然佢樹低落嚟，有好好看咯。这个女人变了心就是这样翻脸不认人吗？搞清楚，我是小孩的爸
现在都不接电话是怎样？干嘛？我是变态杀人魔吗？还是我家暴他？我跟你们讲，谁家暴谁还不知道。从来没听你说过要去看你，干嘛这么急？没看过就不能难过吗？我每天晚上都有跟他 Skype 啊。那他出国以后，你还是可以跟他 Skype 啊。那不一样，这样子我的女儿就会叫别人 daddy， 然后呢，长大之后就会嫁给外国人，变成新三妹，到最后就忘记了中华文化，不可以这样。到底是舍不得你女儿，还是担心你前妻嫁给外国人？她嫁给谁都不关我的事，反正重点呢，就是我不准我的女儿叫别人 daddy。你们这些男人呐、真是有够偏执的，自己不疼女儿，还不准别人疼你女儿。你不懂的，像你这种女人怎么懂我们成熟男人的煎熬？你也是啊，你以为你懂？看吧，欠骂，就是要被我骂一骂，他才肯打我。干嘛？阿米妮啊，啊，怎么啦？啊？你要跟妈咪来看弟弟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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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弟弟晚一点再跟你 Skype 哈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怎么啦，成熟男人？跳文记，跳文记，拜托拜托啊！一拜中华啊，本来做一拜长官啊，拜托拜托，爱我本来前去后壁啊，拜托。你讲也唔会讲啊，唔会搞死你，弄死。唉，冇凶！一拜之后，拜托，做乃一拜助力，拜托。还是哈，要参美都冇喊啦，不用打，那去有飞。有飞？你又不爱人家，有什么飞啊？你老爱男朋友。上个月啦，一本这个较痛一些嘞。人生暗短，你唔定那是会照听，还要把个快乐的时间啦。同志哦，我去 set 一下。生病。干爹娘身体耶。做嘛？全公司求你对爱挺好。你要装顶爱对你好啊？拜托，老乃天数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我弄小屁屁倒，我忙死啦！我抽烟啦，我吸烟啦。不吹烟了嘛，好了，中午唔得吹烟了。莫讲抽这个，你礼拜四几多烟味？哎呦来了，呀哈技术按青铺了，对呀什么模样凶来我你了。讲我吸烟，我抽烟，我抽烟啦。你去怪地位好冇了。我吵好冇啦，这边语言呢？我冇吸烟啦，做黑啦。错好了。讲得冇吸烟啦，这烟味，冲啦！伊都说个人啊，迄唔可以生无爱，好好说哟也无爱，自家伫迄边乱说，你唔通人讲，阿姨来照顾你，好像应本吗？较像太人着的好无？你嘛，兄弟来谈啊，人家来啊，做事做好了，上司麻烦了，我抽烟了，跳。真紧哦，都讲脏。中得白了，也白怎么流血了？莫安尼我抽了。烟了，中得了。我那吸烟了。拿到建立好做的丈夫，拿到要处理。这股票市，拿到嘛个想法。甲班方去同学讲，要叫我参过的送本记，俺唔想麻烦按多人，傻傻的留点事情处理掉就好。阿宋妹，我听人讲，建立的职业系做消防队员。
损人不利己，做得暗苦，张良人一息的前厅，久多年，还无一定有人让你感情，也算嘛该自言啊。照就老记讲的，莫几年呢，印象要考嘛该消防推演。该客厅的全就客厅的吼。差不多嘞。迄毋迄个当地人老个新年的哪样讲个？唔嫌忌，莫日日伫客面作风，中个有个无个，来看你拜，得拜。素梅，这些年命学到阿基，家也爱全部无伫顺后。老记等陪阿 Q 后，伊讲建议迄个伊个朋友，事情发生，伊要当上死，不过因为建议老记 Q 准了，有时候叫伊躺下，死下伊性命，阿莫绝对唔去建议的。我意思咧，都无爱看到佢，我一看到佢。就想到，我建议做脱了，为着念无你爱个生人呢，我丧死丧了，尤其是2年，所以用死脱了。唐有嘛，我无爱看到佢，我无爱谈到佢，嘛该。迄讲做的，我摸唔得，打本其死，做嘛该还用埋来去抽水？是等我心感动这些吗？既然原谅佢，原谅64天，哪有嘛简单？我今日下原谅佢，唔免佢老爱做，死得越远越好。一礼拜还玩多摆，你咪强生人的你要上班个读书，好赚啊！你买了张转。来，甜福甜水是本呢。姐妈喏。哦，唔怕，我收起来。你还落雨个那个当地，送属于个甜书样的啦。什么老一辈的，我很年轻，好不好？送了有好哎，人生那辈就好了。按头旁都嘛，数年长就帮人了，无衣无食嘛。你很无聊，讲这些干什么啊？你还要帮忙带孙子。我命冇安排，啊，好那老生也秃损了，冇。那我爸妈出车祸死的时候，你说啦，你说你要代替他们牵我进礼堂的，你忘了？前后事有幾多唔樣定到嘅，我可能對我錢唔會加工人，較好定啊。讲嘛给了，乱讲发了。走了。属辣就是属辣，不洗个肾这样干嘛？你儿子女儿都那么孝顺，老婆长得又甜美，你再不听话，我把你推到山海里头去！我告诉你。罗小姐，
前几日呢，我态度无嘛改好，然后人非死里歹势。素梅，莫爱用啊，冇事。唔讲嘅话，我有考虑过。呀，意思是，我准备想做消防队员。我想了想，我迄唔迄太事实诶？我应该照家心意，牢记完成我心愿，怎错啊？当然啊，那就有嘛个想法嘛。但係我做嚟請人做一個消防隊，還有消防車。我準備這個時間經營同好消防車，我拉到這些小人的好教天，嘛唔知佢應幾等，我想凡山嘅人，係唔係經營搶到消防車，比阿準備行一段咧？阿準備聽說會同聽誒，做得冇？我盡量。我應該有條有咩評論？小恩，我刚刚接受到邱老大的命令，他要我跟你说，因为建伟是学生，所以不行。如果建伟他是消防队员或是义警义消，就可以。老大还说废话，真的是义警义消，干嘛请立法委员帮忙？漂亮，第一啦，唔算呢，个撇失时间差唔多啊，就大天会不19啦，共 LV Force 有不？马上就有20辆消防车来到这边啦，保证。你打，我帮你做好不好？系董某系。迄消防队的迄职权单位啊，那有人做的进来很久就来，他们不是随时要执勤的吗？我没敌，我死你够，我就想到他。你马开啊？春天嘅一條花，企得似行茶，塗顏熬散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淚。阿素梅，係些，我真件做唔到，好歹勢。迄種唔得，就算咧，佢凊彩講啊聽。無聽做，根本伊自家唔好咧。娘要算講，冥冥中出聽嘅吧。那就請到東站嘅消防隊執照，所以講，迄筆建議，這筆停止嘅，還有唔是動到錢，還想講老。很抱歉，我们这个真的帮不上忙啊。这一次真的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抱歉，我没办法帮这个忙，谢谢，抱歉。谢谢。
校园呢？罗小平。对。他有发过。啊，田满来，你中央来啊？怎么改了？发过。几天呢？先来后事搞太后事了。张初燕，我们要做嘛？怎么改了？加油！有钱呢，我冇急救，马干的马想就冇插。等你哋啊！等啊！冇改等你了。都已經很多嘅，你嚇我。你冇改唔可能。再過兩日去墳地，超過1禮拜冇下，佢都表外隻。你都剛才你都較直。哪有來了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唔可以拖拖拚拚。實實嚟走，實實嚟啊！迄個做乜改了？我命係出嚟幾天，我讓日本人中央，啊？天天都發得去，冇人個腦嚟病咯，你假有錢要點位嘅哦？就唔咩嘢我個人東嘅錢上唔得咧了，冇人嘅痛嚟打起來，而家做得不用得了。唔好安尼啦，我本太家有時間準備好了，然後有事嘛該了。我忙死啦，你叫你叫。我冇叫啦，我冇會都唔叫嘅啦。你唔係錢唔錢嘅問題嘅，係眼睛問題。你相片啊？用牙長，羅小平。乜計啊？用一張相片，係咪太囂神啊？你唔夠擺聰明㗎？我嘅擺聰明，我俾講翻我嘅啦。你講講咩？影響人老師是差幾多啊？那是有一種咯，你這個數的。影響種那得啦，唔可以化妝哦。哎，佢全部照平常時照嗰種。是做唔得咯，冇化妝看唔得咯，把死人咯。天安府啊，你睇睇下有啲咪，有啲係食飯攞酒做過嚟，我搶太衣服嘅，有冇意見？都係會搶馬台衣服，這種錢就上唔得了，這錢都上起來了，我來跳就好了，我不會跳。當然很好嘢啦。哎呦，我姊妹當到了，羅小妍也會跳咩？啊？我冇愛啦，做嘛？哎呀，佢會跳咩？羅小妍，人家芭蕾舞一將來了。我當時我走嘅了，佢蓬蓬裙咩了，很講了，我都唔識做過了。啊，你還唔說那種嘛？這個也就是那個講唔得。脫衣舞就講咧，還有乜嘢講唔得講咩？咩？應該有幾多到人咩？人睇有幾飛啊？唔係唔會啲幾飛啊？你包嘅啊，你直接上到去咧。已經叫啊！最近上到去，我俩生人對唔起人就去。冇對佢唔起，係佢對人唔起。佢應該請到我，攞我費事。冇傾也沒好。我傾佢做嘛？根本就唔記得有我哋三個。我係傾乜嘢？唔再過來阿姨媽，你就多一下對面給你。你冇咁樣啊！佢還做不完結啊！好啦，唔再過嘛。媽媽佢就走。
元他爸爸那个案子，由你们2组人负责，你们要互相帮忙，让议员能够满意，让地方人士能够知道，我们企业型礼仪公司也有能力接传统巨规模的案子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小恩姐跟胜哥默契那么好。花拿走，拿走。这花莫放在内面，你看起来会杂杂啊。这花唔放在外口也唔看。好。我问你哦，做好要安怎啊？下雨的话，我们会有遮雨棚，一路从门口延伸到灵堂。迄像，人家来爱专门惊风遮啦。好啊。迄鼎下到后壁，歹看到啊。花全部拿走。我摕你个名单内底一寡重要的人哦。那到位你来随去人按来，知影无？没问题，我会再一次确认，没问题。议员，女儿回来了。去帮忙，我去拿碗。好。什么啊？哎呀，我带囡仔转来啊！这两个足大汉啊！阿爸不是咧念你啦，你到即摆才转来。好啦好啦，我别甲你讲遐啦。你来，你来。昨天转来唔就贵咧。阿爸，阿爸，恁早叫转来啊！我转来啦！做咩若转来？带两个孙彩昌、彩仙拢转来啊！叫我讲，叫我大声讲你转来。彩昌不好了。阿爸，早叫转来啊！阿爸。春天嘅熱頭髮，熱頭髮，企得似行茶，塗顏熬衫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哇，这车会不会太脏啊？一大堆的灰尘。哎，先签个名。哎，中嘛。哎，明天拿去洗一洗就好啦。不要啊，浪费。哇，车子真的很脏哦，都得告圈圈叉叉呢。要不要一起玩？根本很妙呀，规下做的底线从你说。啊。2年，我全走。这么没走？我走嘛，我就会马上会走。我脑海讲迄个理由啊，你妈你不你专心这块，我紧张，你没这样子，还我这位。哦，钟婶，卖玩笑啊！你们2个是不是把小恩姐惹毛了？哎，我没有。做了什么？是你吧？我哪有？还没你。有没有2个？没啊，没有啊，谁惹他生气呀？不然他今天脸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脸一直都臭啊？来，欢迎大家。阿孙呢？来，按住后，带狗呛声跑去拍。来，带狗啊！哦，好香哦！哦，好香哦！什么东西？哇，很澎湃哦！哎呀！哎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哇，好棒！哎哇，太棒！哎呀，大哥，刚刚抢太卡升官了，你总是按照顾爱丢了。哎呦，哎，开活动嘛，唔想出去，就讲买咗来吃了。哎，大伟呢？大伟。哎。好，谢谢。专一啊，嘿。IQ 哎。
哦，唔怕唔怕，我来睇佢啦，睇佢方案就寫咗好啦，哦，今年是一樣啊，看你弄到，我聽唔係事啊，冇那行菜藝術的咧，出差啊。哎，你哋中學時這種都是做下，來得講下啲。太搞笑爆雷啦哈！汉哥按照顧秋香哦，有見過世面，還受壓。没有啦，平常秋香太辛苦了，多吃一点，哎，多吃一点。嘿呀，跟人家按辛苦，下工要讓人聽飽哎。哦，那都腳死冇按高呀。結婚前一定要曉得包下工，結婚了後就冇想法。包較強啊！哎呦，弄錯，太太看。有。有。哦，不是嘿，好神又會盤。哎呀，個哪有可能的事情啊！個太保的閨女來到公司當做不卡，除得胖哥了後，哪種男俾人感覺？係無？除非呀，胖哥阿達媽笑容用強的。我要當爸爸，我要當爸爸，是啊。等下，胖哥，你確定嘅聲音係呀？只要是秋香的，我都喜歡啊，我都愛。謝謝。真愛喲！胖哥動手！这勇士有通人讲，因为细年先走，无情到好，为到冇本记去人间抒发，故所也会先教一下。唔要你。阿建明。痛快嘅聲音呢？佢冇不好，佢很救人呢。馬上就不准打佢，馬上打佢，我就留佢拼命。全就係愛，但唔本佢去好抽水，一個。阮記好好的記好，阿 Kevin 就唔會失體咧。佢媽嘅你啊！佢打嘅你缘里挖到原谅骗人，无按改。其实亲难嘅系原谅自家，上下缘爱先原谅自家，真有能力原谅骗人。阿 Ken 已經冇走，係咪等人假精神？
好好讲下去。汉友，摔跤的，赶快啊！阿建明，一路好行。阿建明，小凤茶来咧，小凤茶已經來咧，有空到冇？早知道就去考消防员，考礼仪师干嘛？真的吗？消防衣比较帅啊！哎，你不觉得我穿消防衣比较帅吗？喂，你终于肯打来啦？唔过人欠骗人，先爱打开嘅下，讲无按计较，爱包容，爱原谅骗人。玩破人团圆。可以了，进去跟爸爸上炷香哈。来，跟阿公上炷香哈，里面请。爸。正经自家独到嘅世界，啥神书唔得。你是 mini 对不对？你来看爸爸，爸爸好厉害，都升经理了，对不对？经理？你上次不是说是处长吗？你干嘛那么怕自己女儿啊？你跟大鱼、小鱼都可以做朋友，为什么跟自己女儿就做唔得？快回来！长得好像哦。阿姑，你看，不像吗？妈，她是不是也是你生的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？为什么？我怕我忍不住去找你，对不起。